最后，请您收看的是金立生为韩愈学说的武松一折叔嫂初逢。录像资料已经很久了，请您谅解。武松金阳冈最当幕后最莫与家弟兄相闻。你的武大郎林子兄弟是忙着我离乡而起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跟中华狗聚了多，是哥哥，好兄弟呀，谁呀？聚呀，谁呀？哎呀！两家就没叫辰光进自家家，大郎一口已经得个着，真要想帮门，不过这一想，没，好兄弟呀，哥哥，你弟兄两家头分开之后多年子，中华国会长有几个事体分讲不难听啊。什么事情？我虽是中华国已经特知高现在。哦呀，武松遇了嫂嫂的了么？女子33岁，恭喜哥哥，恭喜哥哥了！为定来，为定来，为定啥子？那么这个，我见多嫂嫂开门啊。是。大嫂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来，忽然门外开门声，定是大郎出门的。可是大郎回来了，是我们主来着呀，大嫂啊，我个好兄弟还主来着。啥子？叔叔出来着？哥哥叔叔送份见过面，但是耳朵边上听得垃圾也讲出来的，因为弟兄两家的实在也还不够了。3年门前，叔叔差不多投资出去，哥哥3年来500一天不让他牵制，都去办活着，马上会得想着，我个好兄弟不知俺吃了哇，困在床上又会得想着，哎呀，我个好兄弟今朝不知待过了落到哇，我心里是一劲想，你个弟兄当然是也还该，但是你这个兄弟也没啥大不了，因为你这个阿哥称得3寸钉，阿得了一脚脚，你兄弟再还没顶到2寸，这2寸不是怕着顶了还的呀。当然今朝叔叔出来，这是桩靠我的事体。大郎，叔叔回来了，主来着。是子呢，带侬开门来。我能夸的呀。这道门跟随，门手过去特，门嘎一开，人打到外头么，头上带成河边了拉线。啊，大郎，叔叔在哪里？叔叔在哪里？这样，大嫂啊，这个谁是我个好兄弟呀？好兄弟呀，这个谁是那个嫂嫂啊？嫂。武松台边上分享着自家为嫂嫂，是刚一位谁是美人？后今你白白想不到，各位叔叔，说是这样一位魁为上。公公如此阿姊，嫂嫂却是定的。我嘞，男人这样吹来，叔叔却是应尽乞丐。我阿哥，那我得寻这样一位美嫂嫂噶。我个男人哪该得是这样一位好兄弟个家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令人难以相信。这明是真情，你为君生计必做梦中神，想勾勾是
他为人忠于良心好，随后品貌气度正，所以伶俐叫他谁曾定。我知道他终身也是内魂配。欲速为之，月下老人行好心，红喜起来这美平平，阳过溪中车几分。相嫂嫂日，他不宜去，不宜病。他你手下家大黑门，世上内人这地儿深。那儿来废弃，思绪去少用。不是心啊对，接动心。嫂嫂，叔叔，相父送李家所在，俺的哥哥就让嫂嫂照应，请嫂嫂许我无数一拜呀！哎呀，他这个破经理天子起来呀！你哪可以带我举下去呢？有敬为礼。哎呀，叔叔，非为不给，女婿为礼了。不，大郎一口嘛，哈哈哈哈，写出来个字，两家就聚在地上，像啥事子错不懂。这个好兄弟呀，啥事靠你们用不大可头不夸得起来呀。大嫂啊，大郎，好兄弟是早啊够从小领导，那么谁是想呢？磕个头嘛，还用不到夸起不？用不到不好意思给夸得起来吧？大家起来啊！是。那么两家就立起身来。这个大嫂啊，你要晓得今朝杨过又有人理想。杜家相废人真可个当红英勇是啥人啊？奴家不知。哎呦，谁是好兄弟了你呀？大郎，你得怎讲？不是本人，就是我个好兄弟呀，武松啊！这是大后的英勇啊！没准，不仅是当红英勇，而且现在已经组织杨过又有俺们理想的都得在。啥么子啊？各位英俊气概的叔叔，这就是金阳高郎当红的英勇啊！那大爷来仔仔细细看一看噻。我们刚刚不是看过的嘛？哦，两样讲，刚刚看的是叔叔，现在看的是当红的英勇，还是大两样了嘿。所以两只杀天的眼睛，鬼狗岂不盯了这里的老口？耶！
突然之间，面孔会得长得羞羞红，心拍跳个不停呢。哎呀，实在个位叔叔太漂亮的呀！为什么一目所生惊天地变，生来英勇不相同？兄弟是若是临风气该红，哥哥是身家三尺背时功，哪里有一缕不是想听的兄。自古代一落花儿美，家人配英勇。可怜那花枝冷落在草丛中，我每家去上不这落地有样理不通，都送怒众生恨负中，他想得伤心。又恨气来之混在一块中。哎呀，想我哪出眼里家，我的叔叔初次相见，不应该给我回家。唉，假使一人是莫以神罪，假之来之，假求三求。男人们分家上，这个叔叔呢，不我改他是也是心头有，强装幻想永叔叔来。嫂嫂，你是金阳岗当后继之功，两个有飞升空海开英勇。我们小队里上金地人哎呀，嫂嫂，像目送金阳岗最大幕后，竟不够女童交心罢了。叔叔可叹了，请问叔叔是今对过后是衙门之中，衙门之中。正是。哎，叔叔来，嫂嫂。你们举杯送我，听谁做怎能
该下女单身多少在衙门中。听说时代家中对女婿亦能留定长沙照顾之责。你让大郎开心，家下想得真趣的。那个好兄弟呀，那个嫂子我讲的真对啊，你就使到我里乡来吧，你使了俺们里呀，做啊狗要不放心开，要里乡要困分啥个，都到我里乡来吧。那个大嫂啊，这个谁家？何家欢喜乐融用口对目，都蒙兄嫂不弃，俺目送真名必了。说好啊！好姐姐，好姐姐，哎呦，说刚子半年为了门口了，哎呦，大嫂啊，快点到里下去睡的哎，是子们，说听啊！嫂嫂请呐，说听，嫂嫂请。你为君生计必做梦中神，想狗狗是他为人忠于良心好，西红品貌气度真，送一伶俐叫他谁曾定？我知道他终身也是内婚配。欲速为之，月下老人行好心，红喜起来这美平平，阳过溪中车几分。想嫂嫂日，他不宜去，不宜病。他你手下家大黑门，世上内人这的儿身。那儿来飞起，人都瑟瑟开门啊！是大嫂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来。花门门卫开门声，定是大郎出门定。可是大郎回来了，是我们走来着呀，大嫂啊，我个好兄弟呀，还走来着。啥子？说走来着？哥哥说送分去一个米，
但是耳朵边浪听得来气也讲出来的，因为弟兄两家的实在也还不够了。3年门前，叔叔唱奏投资出去，搿个3年来500一天不让人牵制，都去办下子，马上会得想着，我个好兄弟不知安吃了哇，困在床上又会得想着，哎呀，我个好兄弟今朝不知对过了拉落得哇。我心里是一劲辣辣想，你个弟兄当然是也还该，但是你搿个兄弟也没啥大不了，因为你搿个阿哥称得3寸钉，阿得了一脚脚，你兄弟再喊没顶做2寸，搿2寸半是怕着顶了海的呀。当然今朝叔叔出来，搿是桩靠我的事体。当然，叔叔回来了，主来在。是子呢。最后，请您收看的是金立生为韩愈学说的武松一折叔嫂出逢。录像资料已经很久了，请您谅解。武松金阳冈再当孟后追摸于家弟兄相闻，一代武大郎林子兄弟是忙着我离乡而去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跟中华狗追了多，很是哥好兄弟呀，谁呀？追呀，谁呀，哎呀！两家就没叫辰光进自家家，大郎一口已经得个着，真要想帮门，不过这一想，来，好兄弟呀，哥，你弟兄两家头分开之后多年子，总话个会长有几个事体分讲不难听啊。什么事情？喏，谁是总话个已经特知高现在。哦呀，武松遇了嫂嫂的了么？女子三三岁，恭喜哥哥，恭喜哥哥了！为定来，为定啥子？那么这个，我就带侬开门来。我能夸的呀！这道门跟水，门手刮起它，门嘎一开，人打到外头么头上带成河边的拉线。啊，大郎，叔叔在哪里？叔叔在哪里家？大嫂啊，喏，这个谁是我个好兄弟呀？好兄弟呀，这个谁是那个嫂嫂啊？嫂。武松在边上分享着自家为嫂嫂是刚一位谁是美人。后今你白白想不到，各位叔叔，像是这样一位魁为上。公公如此阿姊，嫂嫂却是顶顶落泪。男人这样吹泪，叔叔却是应尽乞丐。我阿哥，那我得寻这样一位美嫂嫂噶。我个男人哪该得着这样一位好兄弟个家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令人难以相信。这明是真。最后，请您收看的是金立生为韩愈学说的武松一折叔嫂出逢。录像资料已经很久了，请您谅解。武松金阳冈再当孟后追摸于家弟兄相闻，一代武大郎林子兄弟是忙着我离乡而去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跟中华狗追了多，很是哥好兄弟呀，谁呀？追呀，谁呀？哎呀！两家就没叫辰光进自家家，大郎一口已经得个着，真要想帮门，不过这一想，来，好兄弟呀，哥，你弟兄两家头分开之后多年子，总话个会长有几个事体分讲不难听啊。什么事情？喏，谁是总话个已经特知高
高小姐。哦呀，武松遇了嫂嫂的了么？女子三三岁，恭喜哥哥，恭喜哥哥了！为定来，为定来，为定啥噻？那么这个，我见到嫂嫂开门啊。是。大嫂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来，花门门卫开门声，定是大郎出门的。可是大郎回来了，是我们主来着呀，大嫂啊，我个好兄弟呀，还主来着。上的，说与相信。去明是真人，你圣经必作梦中神，想哥哥时，他为人忠于良心好，西后品貌是气度真，宋以伶俐教他谁曾定？我知道他终身也是内婚配，欲速为之，月下老人行好心，红喜起来这美平定，阳过西中车几分，想嫂嫂日他不宜催，不宜病，他你手下家大门，世上内人这地儿深，哪儿来废气？思绪去少用，也不是心啊对接动心，嫂嫂叔叔。向武松离家所在，俺的哥哥就让嫂嫂照应，请嫂嫂许我武松一拜呀！不，哎呀，他这个潘经理天儿子起来呀！你哪可以带我举下去呢？有敬为礼。哎呀，叔叔，非为不给，女婿回来了。不，大郎一口嘛，哈哈哈，写出来个字。
两家就聚在地上，像啥事子戳不动。这个好兄弟呀、啥事是看你们用不到磕头不夸得起来呀！大嫂啊，大人，好兄弟是走啊够从小领导，那么谁是想呢磕个头嘛，还用不到夸起不，用不到不好意思给夸得起来吧？大家起来啊！是。那么两家就立起身来。这个大嫂啊，你要晓得今朝杨过又有人理想，杜家想废人真可个当红英勇是啥人啊？奴家不知。哎呦，谁是好兄弟了你呀？大人，你得怎讲？不是本人，谁是我个好兄弟呀？武松啊！这是大后的英勇哦！没准，不仅是当红英勇，而且现在已经组织杨过又有俺们理想的都得在。啥么子啊？各位引进去这个叔叔，啥就是金阳高浪当红的英勇啊！那咱也来仔仔细细看一看噻。我们刚刚不是看过着嘛？两个刚刚看的是叔叔，现在看的是当红的英勇，还是大两样了嘿。所以两只杀天的眼睛，鬼狗是不是盯了这里的老客？耶！杜来着，这个叔叔送分见过面，但是耳朵边上听得垃圾也讲出来的，因为弟兄两家的手段也还不够。3年门前，叔叔唱奏投资出去，这个3年来500一天不让他牵制，都去办活着，马上会得想着，我个好兄弟不知安吃了哇，困在床上又会得想着，哎呀，我个好兄弟今朝不知待过了落到哇，我心里是一劲辣辣想。你个弟兄当然是也还该，但是你这个兄弟也没啥大不了，因为你这个阿哥称得3寸钉，阿得了1脚脚，你兄弟再还没顶做2寸，这2寸不是怕着顶了还是呀？当然今朝叔叔出来，这是桩靠我的事体。当然，叔叔回来了，主来在，是子呢，在侬开门来，我能夸的呀。这道门跟随，门手过去脱，门嘎一开，人打到外头么，头上带成河边的浪声。啊，大人，叔叔在哪里？叔叔在哪里去呀？大嫂啊，喏，这个谁是我个好兄弟呀？好兄弟呀，这个谁是那个嫂嫂啊？嫂。武松在边上分享着自家为嫂嫂，是刚一位谁是美人？后今你白白想不到，各位叔叔，说是这样一位魁为上。公公如此阿姊，嫂嫂却是顶顶。我嘞，男人这样吹来，叔叔却是应尽气概。我阿哥，那我得寻这样一位美嫂嫂噶。我个男人哪该得是这样一位好兄弟个家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令人内